关收看基本嘅不是类类嘅节目啊，对你嘅上礼拜嘅单元啲，除了大家都分享係通兩件事情，對身體啲蠕動從啦，唔過該是都被動添嘅種嘅通有重地性。嘅基本嘅老大家咧所講係乜嘅咧？誒，強融繞牆都係你嘅形容詞，網語零星上老大家都分享，乜嘅主題咧？先繞牆應該對邊定下是啲咯。方陽先生，大家好，我係營養師王依玲，今日請歡喜來了。要到來到大家講呢空間的問題，真的，因為吼，其實按照以來大家會慢慢的越來越充實，都當然要食較好。唔過吼，大家會發現一個清楚嘅問題，就係你了解越多，你就會發現，其實問題吼變得好像比較複雜，唔係按簡單。哦，不過所以基本嘅同大家來分享嘅吼，也清流行，唔過時常講已經清舊嘅吼，我們用英文單詞來講，就係 GI 值，係冇？吼 GI 值，也清同人會講，你食東西要注意哦，幾高 GI 哦，希望佢咪講，你要食低 GI， 佢就說拜託一下，我要配嘅東西已經清到嘅，係嘛？6大營養啊，要配唔起來，係咪個高 GI、低 GI？這個簡單同大家來講，你係乜嘅東西？GI 值是你講嘅升糖指數啦，哈，是講你食了就會菜了就會東西食落去，你消化以後哈，對你嘅血糖嘅該讓向嘅速度有急劇，哈，你讓向你嘅血糖哈，佢會變到較高嘅，你是。清潔變凍高嘅時候，高 GI， 係，咁慢慢變高嘅時候，低 GI。真嘅，按用大家有了解嘛？係咪清簡單？其實因為稍後嚟大家會談到清度嘅高 GI 係低 GI。其實簡單來講，先生嘅意思就係你食東西，係講佢只有清潔。馬上就變成你體內的血糖嘅時節就高 GI， 唔可以講你食落去嘅時節，佢係慢慢的、溫溫的，然後變成你血液裡面的血糖嘅時節呢，就是低 GI。那糖起來到底是高較好，也係低較好咧？這邊有一張圖咧，做得好好同大家來分享吼，到底高 GI、低 GI 佢係用嘅個情形。古數你做得看到，先同你講一下對不對？高 GI。高 GI 你是看到你的血糖哈，會凍結是變到清高哈，血糖很快就高起來了。血糖高的時節，你的胰島素是會大量分泌。那胰島素大量分泌的時節，你的血糖是會分去做到其他的器官去做利用。分去溶脫，冇溶脫的是變到你的該脂肪細胞底部度去儲存是變肥哈。你講你按人。大量分泌胰島素的時節，你血底部度的一隻血糖是清潔就變到較大，所以變到你的血糖是不穩定，是講一下高一下大，是講也係一個不穩定的一個狀態。低 GI 是講佢血糖會慢慢增加，所以佢胰島素是會跟着佢。你食的澱粉糖分慢慢的一個分泌，所以佢會變得比較穩定確保你的血糖值可以維持在一個穩定的一個狀態，可以提供你慢慢利用啦。所以你講咧高 GI 的食物對你的身體的一個影響會較大所以比較不建議講咧高 GI 東西是太多看唔建議就錯嘅。正常的狀況底部度你的胰島素大量分泌有作用，就等於長肥的時節那胰島素的作用變到唔好，變到講你的胰臟還是分泌胰島素，唔過胰島素去留啲血糖做到其他器官去用的效果是唔好，唔好的時節你血底部度的胰島素是會越來越多，那越來越多的時節你的腎臟該染負擔，染是排唔出去，是會影響到你的血壓，你的該脂肪、游離脂肪酸是會對你的血底部度是變到高血脂，所以你講你 GI 知道你的三高有關係。嗰時候經常就會講因為糖有清簡單就會講我們吃的東西裡面有低度清豆會高 GI，吃的東西裡面有清豆會低 GI，大家會知道高 GI 你清豆唔好食咯，唔過就經常講嘅，你講你吃清豆高 GI 的食物，有可能就影響你的血糖，一下高。一下低，一下高，一下低，它是好像我們講說高高低低不穩定，不穩定。冇穩定，
黑一个氢氧冲的问题，有经常讲也会造成因为胰岛素的分泌的问题，它就会一步一步的间接的、直接的影响后面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你讲的三高是高血糖、哈、高血压还有高血脂哈，所以它会变到是一个病前的一个症候群啊，是讲佢。都每会变到像糖尿病哈，或是中风哈、心脏病啊。对，所以现场那黑共腔现场按讲要如何去避免，比如说像是高 GI 的食物，因为它跟三高有很密切的关系。你讲，你讲了有糖分的东西哈，你。上摆就讲个要甜的那种的糖分哈，对你的血糖的让向是较强哈，所以你是到要甜的东西，可能其实会高 GI 哈，那是到较无甜的东西哈，加 GI 值可能是无按高哈，含你的食物底部度无掺糖哈，无添分类的东西都底部度的时间，像你食的肉，哈，或是你食的像坚果哈，那种的是。它不会让向血糖，大部分全部都低 GI 哈，所以大家有糖清楚嘛哈，其实健谈讲起来就会我们讲含糖的东西、清甜的东西，一般来讲可能就会被分类到高 GI， 好，也讲像我们吃的淀粉类的食物，也比较被分类到高 GI 的部分哈，唔係講中的事啦，就說如果以高低來分的話，也可能可以較高 GI 嘅食物。唔過講到鴉片，佢都在經常講到按豆魚嘛，因為同人哋三高嘛，高血脂就高血油、高血糖、高血壓，這三高呢同我們的四個東西高 GI 有親態嘅關聯。唔過講到鴉片低 GI，那到底低 GI 有冇個優點咯？低 GI 是講你的血糖會較平穩哈，所以你來減肥，做體重管理哈，你喺某一天是會減體重啦哈，就等於會長肌肉哈。那限低 GI 嘛，會比較有效果哈。含你的 GI 值比較穩定的時間哈，你的血糖的利用係穩定的，哈，唔會講一下跳高，一下就較大的時間，你的學習力、記憶力也會注意力也會影響，嘛會影響到哈。含對你的血糖啊、哈血壓哈，嘛會有影響哈。所以你的一個特別係有三高問題的人，你先注意，選擇食物的時間哈，是提後注意一下，給 GI 值。真嘅哈，唔過講到鴉片，大家可能有一些了解啊。往這個名係講基唔係冇相關，大家就會提哈。反正就是高 GI 的食物，盡量要注意，重點是按到與同三高有關係，高血油、高血壓、高血糖有關係。個低 GI 呢，大家就較周邊吃到，比較可以吃哈。有時候比如你會脫俗嘅時間，還可以提升你的學習同你的記憶力，這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不過大家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哈，大家來問一下哈。一般來講哈，我們在我們省發低度吃東西嘅時間，大家都講番薯。對不對？地瓜很營養，對不對？但是它有大量的澱粉，或者說吃個時間還是要注意，對不對？馬鈴薯，就喺歐洲國家呀、美洲國家，每個國家佢都吃馬鈴薯是大量的。那馬鈴薯有沒有它的營養？含黑油，如果有沒有澱粉？含黑油。那它就有一個很有趣的比較哈，馬該的比較。那我們來分享一下，到底這個馬鈴薯跟地瓜、番薯，你看它竟然被歸類在一個是高 GI， 一個是低 GI。你講那種的食物底部度哈，你高 GI 到低 GI 怎麼去分別哈？其實是講給纖維就較多嘛，好纖維就較多的 GI 值會較大，好含蛋白質含量就較多嘛，就你的地瓜有少量蛋白質，啊那個馬鈴薯底部度的蛋白質是冇地瓜按多，所以給 GI 值是會較高哈，所以你去限的時間哈，可能去了解一下哈，給他一個成分是會較低啦哈。啊，你一般人是唔係講給他營養成分很用嘅哈，你是要限嗰種嘅纖維多嘅，是會比較安全一點。當然，裡面寫上嘅意思就係講，你有時候看到很多食物，你沒有辦法一口一次就說哦，你要該係高 GI，要係低 GI，不是來做的先用嘅給食物來吃。不過這邊跟大家提醒一個很有趣嘅、很輕神奇嘅事情，就係馬鈴薯、番薯。或者說馬鈴薯的 GI 值就是可能是大於地瓜，甚至是它的2倍。所以你那個飲食金字塔的
顶端要少吃的食物就包含马铃薯。少吃的食物，对，而且马铃薯跟烹调的方式有很多，对不对？有青豆跟饮啊，就比如说你可以做沙拉，马铃薯沙拉，可是可以吃，可是最严重的应该就是炸马铃薯，就是薯条啦，对，而且薯条也有炸地瓜啊，有没有番薯啊、剖番薯啊？对，相对来讲啦，哈，像纤维质较多的，你可以炸哈，对身体的影响是无安排。哈，对，古时候哈其实还可以做点咸嘅，迄讲你真言倾向的是可以剖番薯，有吗？太讲我们说炸薯条，其实你还是可以选择。黑番薯来剖，从剖番薯还可以比马铃薯还较好，从嘛因为这两个比起来呢，番薯就会较低 GI， 马铃薯就会较高 GI 哈。不过太家问问啊，到底那这个食物黑嘛该，你按用个食物黑高 GI， 呀按用个食物黑低 GI， 嘿太家聊一下，等下就同太家讲，嘛该食物黑高 GI， 嘛该食物黑低 GI。基本上嘛，伊做咧绕墙道线上来大家来分享吼，你食嘅东西吼，读你了解单元地图真的可以学习到青豆嘅底色吼。一般来讲，大家就知道，菌粉嘅营养就轻松用的。唔讲吼，我们可以越学越细。底行卡豆嘅底色，你就更知道平常时吃东西嘅时间应该用的深吼。根本嘅主题係嘛嘅咧，就睇個做唔係新嘅名詞，唔過大家可能平常時吼，佢唔會用愛用嘅名詞，就會 GI 值吼。譬如講大家吃到青豆餐冇相干，大家就抵什么食物，大概吃个东西就好诶，好，要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我们常见的食物的 GI 值，有清淡嘅一般嘅，较高嘅，最简单来讲一下。哦，好，你从高的来看好啦，你是看到了条食物哈，吃到会甜甜的，有，和其迄有得迄加工过，像安尼贝果，或是白饭哈，那种诶，迄比较精致诶，哈，那种诶 GI 值就较高，嘿哈，和中 GI 你看到诶是讲给它加工，你平常时食的时间给它加工无按多诶，哈，像金瓜乌诶哈，那是熟啊是诶煮了是按时哈，是无按多哈，和那布丁会加软哈，有得蛋白质的东西，嘛唔会按高哈，你看到 DGI 是讲。其迄肉较多的，和其个蛋白质较多的，哈，我是完全无加工的，哈，按人的 GI 值会较大，哈，按人粉是会较简单啦，一个原则哈，你是都甜的东西，是无是按多，其一天迄高 GI，你看到精致的像蛋糕哈、面包、贝果那种的。通常係高 GI 是無相多，哈，你是到原始的，像安尼五谷根茎類，哈，無講這個加工的，哈，那種的差不多係中 GI，哈，你是到像肉，哈，肉較多的，哈，嘛無加工的，哈，那是。DGI 哈，就尽量选 DGI 的一个食物来选。讲吼，有个真有意思的问题就系，大家会知道讲哦，要吃东西的时间有高 GI 咯 ，DGI 的食物，现场有讲哦，你吃东西会尽量去选择给 DGI 的食物来吃。DGI 就会较无加工的，较有纤维质的，较无甜的，那大家就会讲哦，那我吃水果可以吗？比如讲我根本应该就吃凤梨。晚餐的时候，俺要某会吃个补个东西，淀粉类，俺要很少吃。我吃香瓜啊，是瓜果类，用做对吗？因为看起来是低 GI 的食物，对不对？吃起来很，不过给它吃起来甜味会高 GI，所以大家就会误会，对，会误会，以为水果纤维质比较高哈，可能哈会低 GI，不过水果的糖分，我们常常讲水果的糖分哈，低倍度会葡萄糖、然后果糖较多啦哈，所以伊对。你吃东西唔是消化，是做的吸收哈，所以佢会去讲让用到你的血糖。好，古时候同大家来讲，轻有意思的事情就像哈，有时候低 GI 不代表低热量。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同大家来分享，因为大家会吃到讲，哎呀，我根本应该吃嘅东西就是低 GI， 低 GI 的食物对我就轻好。不过大家说哦，古时候嘅高 GI 我都冇去吃哦，我尽量吃低 GI， 我就吃青豆。唔过我还要看有一些嘅低 GI 的食物不等于低热量。可能热量会轻高嘅，像柚子就会一种，对不对？水果就会一种。大家刚才跟大家的分享就是水果的 GI 值。
好像经常这边有供到凤梨、梦梨、西瓜，那糖分葡萄糖含量比较多的。结果 GI 值比白饭高，比高 GI 的白饭高哈。所以食量都会水果的时节，你会建议限量哈，小小切啊，比方说我伫要煮，唔好2/3碗时候，半碗2/3。好少哦，先生，就一次的一个分量啦哈。按你做的分成2次到3次来选哈，建议是差不多2碗时候哈，一船是半碗较多。一点点时候，莫一般先按倒。好，这边有供到奇异果、香蕉、葡萄，那是比较中 GI 的，是中 GI。也 GI 值就像糙米饭是一样的哈。还有这边 GI 值比较低的，比如讲雷梦酱，还有醋，好就比较糖分较大啦。对，不过想到这边有一个好有趣的事情哦，颗粒越小，GI 值越高。刚刚有讲哈，加工过程越复杂的 GI 值会越高哈，老你的纤维含量有关系啦，你纤维含量无按多的时间，你影响血糖的速度是会较强，哈，含就你就得番老梅的 GI 值嘛无强咯，好，番的GI 值会较大，梅的 GI 值就较高，足够的，哈。所以比如讲，大家会吃到讲，哇，根本哦，哇，我一整天下来，我今天一定要补充强菜果汁，等一下去喝一杯果汁好了。其实不一定是最好。一般你都冇建议是果汁啦，哈，是就做的用熬的是体后哈，真的，除非比较虚弱的病人哈，我们才会建议吃果汁。那平常有时候大家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一整杯鲜橙汁，一整杯哦，当然按500cc 是不会太口哈，会太口，因为按500cc 的鲜橙汁，可能要6榨以上的流程让做的榨出来哈，所以你现在分量是较多，是会过量哈，所以当然按些是会过量。有一个年轻的 CMO 也哈，还看个案例哈，也就是讲按有一类，就是说哇，身体还是要多补充蔬果，总得是按到给垃圾食物，所以他中午就决定说，每天中午他就只吃水果。当成一个正餐，但是呢，他因为吃水果要吃到很饱，不会有饿的，不会有肚皮的感觉的时间，又吃较多的果汁，结果1个月下来，他那会太口，他变好胖，因为你的该果汁里边都会糖分哈，它会影响你的血糖哈，所以你的胰岛素一旦大量分泌的时节，你得血糖，你有某一种态的时节是变到油脂。对，经常摸一个问题哈，那每次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啊，都吃水果，对，所以其实要吃少少的，那会一个拳头大是会建议饭后吃还是饭前吃？要看人的肠胃功能哈，就等于饭前空腹时会胃痛，会消化会感觉会不舒服，你是会建议饭后吃，是，没空腹吃，你。饭前些空肚是些某大概感觉时间，你是做的，我们也会建议2餐中间做点心啦。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你看他共识才把腿嘛也是购置给习惯，你按油面哦，比如讲他吃饱饭哦，一吃饱很饱哦。立刻吃水果，有没有？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其实中间可以休息一下下，也可以休息一下下啦哈。刚你吃的肉含有都像黄梨、某是木瓜哈，底部都会帮助蛋白质消化啦。你是暴血嘛走的啦。好，呀，同大家的分享就会有一种，我们说烹调的方式，呀，还会改变一个 GI 值，因为刚才老师有提到一个清创跟问题，就会讲，比如果汁跟水果，当然可以讲你做的现给时间，你要先购汁，好，不要选果汁，对，所以吃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水果切块可以比果汁好。不过老师刚刚有讲到，比如吃饭跟梅，吃饭老梅，可是饭又比梅更加好。对，心梅对血糖的影响会较强，好较强，含浓汤嘛，就勾芡的全部清汤跟勾芡，清汤有很较好，然后又比清汤也比浓汤好，比如那边做了一个比较意大利面，这个好有意思哦，煮10分钟。
做10分钟比20分钟好。嘿，是讲给它糊化的程度啦，煮熟的程度，煮肉热久哈，给它糊化程度热好的时间，给就好消化嘛哈，是讲好消化影响的速度是不是较强？所以就得弄人家给它消化功能无按好，反而且煮较难的，较难嘅。不过还是要看个人体质冇唔错啦。不过也同大家来分享嘅，就一般来说，一般来讲，你大家吃东西很有事。其实经常讲嘅。其实有一个概念不难理解，就是多吃纤维质嘛，对不对？比如说你都在吃饭，你就吃饭啊，对。然后当然你都在吃豆子，不要就取代果汁，对不对？然后你的面条，黑公你煮的很糊，你的吸收就卡夹。如果吸收卡夹的时间，你就会影响到，比如说你的血糖在短时间内的这种血糖给飙高。韩国人老少嘛就让向，人饭 GI 值会较大。那个淀粉较唔好消化。顾说先生，那到底是要吃冷饭还是热饭？做的是醋饭啊，是讲安尼该寿司该种的。顾说一般你，比如讲像日本人，其实很容易吃个寿司有冇寿司，还有所以吃那个醋饭的时候，其实它还是会跟你的消化的快慢还是有影响的，冇按夹消化，冇按夹嘅吼。顾说乡亲朋友，我下来对 GI 值有较了解，有较了解冇，有较的是有。增加多一点点嘛，其实简单讲，你就会消化快跟消化慢。对，不过唔可以同大家讲，你会吃个消化慢嘅东西哦，唔系用个意思。是啊，靠牙肠胃啦哈，胃肠功能哈，人家胃肠好，你是做的些慢慢消化的。按你胃肠冇按好，该消化吸收能力是冇按好，你是该种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对，不过简单讲了，还可以同大家的分享，轻量吃东西还是要选择 GI 值较大嘅哈，GI 值较高嘅还是尽量避免。不过还有乜嘅东西就要同大家的分享呢？了一下，等下就利用。基本上大家都分享嘅一种可能大家好冇轻松会讲嘅一种名词 GI 值哈。不过简单讲起来就会同大家的分享，其实就是老师，我觉得听来听去就是。它精致的食物少吃，对，尽量吃天然的食物，田野嘅食物。还有嘛个咧，就系冇经过加工嘅，就尽量要多吃哈。贴都给加工嘅就不要吃。好，大家还有个把握一个原则，你就知道给天分类清狗嘅也尽量避免。可是又唔可以讲中的。冇会食哦，不可以不分量控制。哈，古说哦，讲来讲去，其实糖都按都简单讲嘅就会分量会控制，就分量来控制。好，所以这边呢，同大家的朋友，全谷主食它是被归在低 GI 的。好。你讲的像糙米啦，哈，紫米哈，那种消化会较慢的哈。还意大利面，你就是去那不是意大利面，基本问你讲，你那个面心哈，煮熟嘛哈，你妈做的馅该唔好按熟的哈，就是中间面心没有煮透那种的哈。还你讲的全麦面包哦，好。这个好重要哦，先生，因为面包有没有太大肚脐的时间，比如3点下猪头3点的时间就会吃到有一些肚脐耶，你那不要吃便当，你吃面包是胖，一个红豆面包。红豆面包是中午的，红豆面包低度的该红豆馅哈，低度一天会不用糖，该 GI 值一天会高。古时候同大家讲迄讲你真平肚脐会吃面包，就会吃全麦面包，好，还。过来，你俩清流行的迄个燕麦片哦，好燕麦片嘛做的哈，不过可能了就无糖啦、高纤的哈，全麦饼干哈，嘛可能你现在饼干如果是又酥又脆的，该是较柔。较硬的是无按油哈，所以轻量线无按酥脆的哈，那种的对你的血糖的一个影响，还有按些嘛唔会讲变到痛太口哈，我就等于讲，去麦片减肥就嘛，要么就有，麦片轻量不用的时间哈，起码准饭哈，老饭空容，那种嘛会痛高。好，冇错，因为大家咧有听。唯一上件事情就会讲降三高，狗血油，好，狗讲一摆，狗血油、狗血酮、狗血啊，大家就会知道讲，俺呀哈都有吃燕麦片呢，哈，因为俺去吃燕麦片，俺做的
讲大嘅嘛该那个胆固醇哈，跟讲还是吃挺奇怪，我怎么吃了这么久的燕麦，我现在变胖？嘿，有可能。是讲人家分量没控制的时间，还能会太克。因为讲来讲去，太卡就低嘛，低 GI 不等于低热量。好，低 GI 的食物它有可能会高热量，或者说你黑讲3餐都吃燕麦片也是不行的。黑讲也或者是你早餐吃燕麦片，不过你吃2大碗嘛，按人家周五的，还有青葱要给哦。很多人吃麦片的时间，因为嘎青都额外的添加物，那也不行，对不对，老师？也不用桶啊，就等于会不用该嘛该。10谷粉嘛是全谷粉哈，底部都有糖诶，哈，含你讲的麦片嘿，冇调味的，就因为用3合1的那个种诶是种嘛，该种给种唔得，错吗？不说燕麦片就是要吃给没有经过加工给没有甜味真正的燕麦片，对。给你吃燕麦片的时间，迄讲你加青豆跟牛奶啊、糖啊，呀额外的一些添加食物，可能你会吃到讲怎么吃起来效果没有很好，有可能会变皮，就会注意了。对，那所以其实燕麦片也是一个大家有时候会有小小的迷思。是讲你燕麦是单纯啦，哈，你加豆牛奶做的哈，你人会加配的东西，所以看起来标示，还唔系就其他的糖分哈。没错哈，古种人讲到按豆啊，大家就讲，因为燕麦嘅功能就会做得稳定你的血压，调节你的血糖，讲胆固醇，过后也系燕麦，唔讲用的色系青葱油嘅。有人经常问一下，有人会用煮的。就我们有那个天然的燕麦仁，没那种的燕麦片，好，跟燕麦仁你是做的，然后翻空它煮，啊，然后翻空它一起按盐煮。那如果像燕麦一煮多久冇按用呢？嘛会糊化，跟 GI 值嘛会比你变煮哦来像翻按盐，好来的 GI 值来的高。所以其实燕麦还是不要煮的太软烂，对不对？你外面买燕麦片。该抛弃了，该糊化程度嘛会比那燕麦仁去煮的糊化程度高。很高，我说，这真的很有意思哎，因为太咖会吃到讲，有没有我们有去还可以共沟青豆有吗？就会吃到讲，听说会吃燕麦片，可是太咖都冇凶的哈。其实像燕麦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燕麦按有个东西是清厚的，不过燕麦都要用一些，就是经常讲的。有人会可能想说，每天吃燕麦，我就煮稀饭呐。煮得很糊，煮得很糊。你用燕麦仁就比较不容易糊啦，哈，所以你做的白米，然后燕麦仁，哈，用它去煮变成饭，对你的血糖的控制会较好。如果说你觉得说，如果你不怕太无聊的话，哈，一共你会吃到吃东西轻无聊，你可以加热开水，对不对？热开水，然后让燕麦它直接在热开水里面。成熟膨胀，燕麦片，有人吃起来也较空甜，是讲冇痛到额外负担，迄个我们吃到讲，饮用迄个唔烂，可以再放几颗，就经常讲嘅5颗压后6颗压后，给坚果的度，坚果，对，哇，那就听起来越来越营养了，先生。突然间觉得很棒，营养很重要啊，哈，那选对食物，吃对营养会更重要。是，不过更多按豆太嘎就会吃到讲，我们基本上讲太嘎分享，觉得你有3高的问题，比如狗血油、狗血酮、狗血啊，有更多 GI 值哦。好像有点复杂，那到底按用还是其实还是均衡，所以这边有讲说，其实白饭虽然有 GI 值1勾，不过你要混合吃，对不对？就强出来就纤维，给它影响血糖的速度是不会按降哈，像那。凤梨、小黄瓜、马孔龙，还你讲的像白饭，底部度加其他的杂粮，全谷，或是加燕麦仁嘛做的。比如说要它煮饭的时间，其实黑公米碟不它煮饭的时间，你不要只煮白米。对，可是有一些人吃不习惯，没关，也不吃到很好吃。慢慢的玩哈，慢慢的玩。2/3白米，一点点10谷米哈，去混哈，是，然后。以慢慢习惯那种的口感的时间，让慢慢转，慢慢转，可能一口是黑10%，然后是米色，然后慢慢，你都习惯了，其实你可以到60、70，好，有人会吃到100%都吃全谷，因为全谷跟营养真的很多，你太敢宽就底耶。像麸皮是你讲的纤维嘛，哈，像配乳配啊，底部都轻度的维他命，哈，维他命 B 群，哈，维他命 E 全部都在底部都，哈，含有给它一些植物化学物质，对那个血管清厚哈，所以那种的全谷哈，现在都很
那个建议是全谷啦哈。天后是今年就去穿来翻迄个种的全谷。哈，就大家讲的五谷饭呀、酸葱冇先五谷饭。他讲而家还是因为有青岛跟你因为上班嘛，都是外食族啊，你个都不会吃东西，因为吃东西就偏都冇饭吐啊。不过呀，他有自助餐有提供五谷饭，好，比如以为有2锅饭，一锅黑泡。白色的白饭，一锅系五谷饭。你讲做对馅嘅时间，你就选五谷饭，嘿，哦，糙米嘛做的，糙米也做的。哦，唔过讲到呀哈，大家吼，我有个问题，听出来问哦，现场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有乜该用嘅，你总得吃燕麦？会过敏的人，就等于嘿，因为燕麦的底部度就麸质啊，就人吃到会奥利度、肚脐痛，哈，那种的是看冇适合食燕麦。那像爱糖讲的哦，比如讲迄种肾功能较唔好给你。该洗肾病患我是那个慢性肾衰竭一个患者哈，给他底部度的磷，你矿物质磷哈，给他含量比较高，所以给他五谷类、十谷米这一些豆子哈，我们都会建议那个分量。好，尽量唔好食。所以麦片还要注意，麦片嘛，因为大家呀，清流行嘅，就是说哦，你会吃麦片，因为麦片做啲功代，我可以胆固醇呐，有青岛嘅功能，而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食材。唔过迄个你系慢性的，比如洗肾患者，有慢性的肾脏疾病嘅时间。就真的要注意了，我给他磷排不出去啦。好，乡亲朋友哈，今日看了心系咧，大家未很好了解到底平常时食东西的时间到底很容易食咧。其实简单讲咧，喊你介绍，喊你家己买均衡饮食，乜嘅东西都会食，乜嘅东西都做唔得是中毒。唔过汤啊、甜的东西喊系冇食，安样喊系提好诶。好，欣赏今日非常师母欣赏，谢谢。好，乡亲朋友聊下，等下听你欣赏对做人同了。